作者千 DJX。故事夢幻島千版0.1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14集。當你們玩熟遊戲，你們需要計算你們想要開始的生意多少起動金，包括可以維持多少個月的個人生活費，每個月生意的基本開支包括租金和管理費，是否有請工人都需要清楚計算每月開支。第二，你們生意的貨品進貨是多少成本，要計算每月或每日可以有多少訂單和生意交易量回報。如果每日沒有生意流水的項目，需謹記風險過大，不適宜進場投資。因為如果一門生意每日你們一張訂量都沒有，建議你們立即停止生意，或者做其他每日有訂單量的生意。做生意每日沒有訂單，你不如去做保安。因為你們沒有計算這盤生意每日可以有幾多交易量，生意失敗。最重要是點選地址問題和人流是多少。若網站生意，你們要考慮那個是否有很多網站客戶。若要你自己刨單找客的訂購，那訂購網站本身沒自帶客流量及建議你不要在這網站做生意，選一些客流量多的平台做一些小生意。有些網站可以代理商品是無本生利及本身，這些網站有一定的客戶流。當然你們要考慮你們的商品最好是不會退貨的，是可以在網站生存的。如果經常退貨的網站，或者你新商品存在高風險退貨的，請不要進場惡過轉一些很少機會會退貨的商品。持續增長性的盈利